那像阮这基督教里面款啊，有足侪这个传道人，这传道人为着点将家己真好的工作真好的这事业真好的收入甲放弃，甘愿去读神学院出来才做传道的工作，将天国的道理传互人救人都是有这款神圣的这种任务使命感觉咱人活着实在爱做上较有意义的代志，就是救生命的代志。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在咱节目中，有缘请到赖英虎谈道在咱节目中间，甲咱做伙来开讲。我想要来问赖英虎谈道一句谚语讲有一好无两好，有新妇无牛某，这句是什么意思？有一好无两好，有新妇无牛某。咱知影这个世间足侪代志拢是有得有失啊。是。你两项拢要得这真无可能，往往拢失败所以咱来做一个明确的选择上要紧。在古早这个做事人就是农夫赡养的这家庭因实在讲赡到是用足侪钱才去买一只牛某来地产帮助这个做产来赚一寡钱。但是囡仔一日大汉啊，这囡仔一日大汉都爱娶某想要甲后生娶新妇阁无钱要早样才好，无钱讲少嘛无通我害呢。只有厝内财产是啥，就是敢若这只牛某那这只牛某甲卖掉有钱啦有钱会当娶某无错但是产你无牛通我地产要叫送礼。所以有的人都唔知要安怎决定才好。但是有的人就较勇敢，伊就讲无要紧啦，这娶新妇一定爱啦，我爱抱孙呢，所以就将这只牛某甲卖掉，用这钱做聘金去娶某，甲囡仔娶新妇了后我新妇来，这新妇若是身体真勇壮真好伊就会当斗做事啦。虽然要讲无牛某但是有一个人通去斗做大家较辛苦者，还佫会当过日啦若拍拼者，或者有一天就会当佫买一只牛某来代替这孙嘛生出来当抱孙啦所以这就是赡养的这个做事人因的做法当然因若是去娶着一个新妇身躯也无偌好定咧破病袂当斗做，哇，迄负担就足重以后就歹生活所以有一好无两好，有新妇无牛某你嘛爱做一个真明确的决定啦是这个意思咱人生实在面对足侪选择的时阵像你甲选择一个好朋友选择一个好太太选择一个好头路，或者讲选择一个好的这个工作会当将来会当成家立业安怎去选一个替囡仔选一个好学校，互去读册一个好科目，互伊将来有成就这人拢爱面对足侪选择再来这个圣经内面这个有一个传道人叫做保罗这保罗一个人捌耶稣了后无同款在伊写批这个腓立比教会并且的时阵伊捌安尼讲是这个腓立比书3章的这个第7节甲第8节伊安尼讲只是我先前掠做甲我有益处的，我现在因为基督拢当作有损。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捌我主基督耶稣做至宝，我为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这个保罗过去伊也捌迫害信耶稣的人呢，甚至人摕石头要钉死一个尸体犯结束的时阵伊搁在边仔人过衫呢，讲起伊迄阵对信耶稣人有靠歹印象。但是有一摆伊要去大马色的这个半路耶稣基督用这个阳光来照伊，伊阵趴倒在地，算目睭青面，伊阵才听到声音，才认捌耶稣这位救主。为迄阵了后，搁一个信者甲帮助基督伊就目睭就看见伊就甘愿为耶稣基督来做这个传福音救人灵魂的代志。伊一生一世就是你做这个工作。讲起伊本来实在是有真好的背景伊是这个名门家这个出世的人还是古早的这个以色列人，不但是以色列人，迄阵罗马政府在统治伊还有罗马籍而且细汉就受这个圣经一足出名的老师叫做加马列，伊带迄个伊的门下读圣经，对圣经的道理真了解你家己讲足认真的遵守道理。所以在当时这遵守古早律法的这道理也叫做法利赛人。伊也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为行为来讲嘛无啥物可甲指责的所在一个这样完美的人真有前途的人佫真聪明有智慧讲起来伊若要在这个世间去发展是不得了的。而且伊不但有名有位佫有才有势或者真做一个足出名的人，但是伊无安尼做伊为着耶稣基督这个救恩耶稣是天顶的神甘愿来世间替人受苦受难受死顶死在十字架顶佫落这地狱为咱受刑罚耶稣就是要救咱世间这个罪人伊明白这个道理上面讲人上宝贵就是这条灵魂，所以伊为着要救人的灵魂伊甘愿将世间这名声地位利益享受啥物拢个放掉，伊甘愿来追求来行这条救人的道路这个工作上神圣所以伊才安尼讲过去耶稣对我有益处的我即摆当作有损失我拢个放掉去我用认捌耶稣基督做至宝我知影耶稣基督就是天顶的神，就是救主要来救人的我就是来传这个福音加救一寡人，所以将世间的万事甲看作粪土共款，啥物拢无爱我若有耶稣这个救恩去救一寡人普通人讲是普度众生啦我当救足侪人，我人生都价值啦那头讲阮这基督教内面同款有足侪这个传道人这传道人为点样将家己真好的工作真好的这事业真好的收入甲放弃，甘愿去读神学院出来才做传道的工作，将天国的道理传互人救人都是有这款神圣的这种任务使命感觉咱人活着实在爱做上较有意义的代志就是救生命的代志小弟本身也是同款过去伫这个玉达上是咧做老师迄阵就讲我教这侪青年将来出社会会当去做生意咯去销咯安尼互因会当生活做真有意义的代志但是尾有一位阮教会这个传道人甲劝勉我才来做这个读神学院才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做20-30年真感谢主感觉这上有意义传福音救人是救人的生命永永远远你若教册是互人会当生活就是帮助这个肉体几十年的生命啦所以传福音救人这个较有意义所以有一好无两好，有新妇无牛某虽然讲做传道人只有生活的津贴收入毋是真济，但是不要紧因为咱是要救人的生命所以讲原咱会当选择这个上介好的工作来做做互人生活去上介有意义对人的生命上有帮助这上要紧是所以伫咱人生中间有真济这个真重要的选择啦敢亲像一句谚语同款有一好无两好，有新妇无牛某
会当对这个日语中间来听到热音团队吼，讲着一寡信仰生活以这种价值的经验谈吼，咱真感谢热音团队今日伫咱节目中间甲咱做这种的分享。我咱做上好的选择，互咱行上界正确的道路。咱感谢热团队。是否我能够坚定不移我脚步？这世界是非不分，黑暗危险绕着我，有你知